咁咧繼續咧同大家講一講咧，來自咧大話的佢啊，咁啊講緊金秀賢嘅事啦。咁啊金彩倫嘅家屬咧就今日3月27日咧就正式咧真係有講得出做得到咧，就揾咗咧法律嘅代理人咧召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咁啊公佈啲乜嘢咧？就公佈咧喺2016年6月嘅時候咧，金彩倫當時係未滿16歲啊。咁啊同阿金秀賢啲對話記錄。繼續咧係聽得出啦，或者睇得出啦，佢係當時以一個咧應該係未成年嘅情況之下咧，同阿金秀賢咧有啲交往咁樣嘅。而金彩倫咧亦都憑朋友嘅聊天，亦都講過咧，金秀賢咧係佢交往咗6年嘅初戀，亦都係咧令佢咧精神崩潰嘅來源之一。咁啊段內容咧簡單啲講就係2016年6月25日咧，金彩倫咧就向金秀賢發出咗一個愛心同埋親親嘅emoji符號。咁啊金秀賢話咧以後真係要俾我喎，哈哈！咁亦都係禁止咩？金彩倫就話唔係禁止，我會俾你嘅。咁啊26日嘅對話之中，金彩倫問咧你想唔想我？金秀賢咧就話咧點解唔想啊？梗係想你啦。同一日嘅下晝咧，金彩倫就話絕對唔會起嚟。金秀賢回覆啊，就算你錫我咧，都可能唔會知道嘅。隨後咧又問我哋幾時可以抱住你，我幾時可以抱住你瞓覺？咁啊咁樣嘅話一定會瞓得好香。金彩倫回覆咧呢件事係我批准嘅。金秀賢之後又問要花1年定係3年嘅時間，金彩倫回覆就話咧1年已經好過分啦，點可以3年啊？想做嘅時候就做，我哋冇啲咁嘅規定嘅。咁啊對此咧，遺囑嘅代理律師咧就話呢段話咧似乎有啲暗示咗咧超越咗抱住瞓嘅關係。個律師就話問阿金秀賢，如果咁樣關係仲唔係情侶關係，咁究竟係咩關係咧？咁同埋佢強調咧，金彩倫咧當時係得17歲嘅啫。咁亦都講咧，如果話未成年嘅時候冇交往嘅話，佢係進行兒童性誘騙犯罪，係咪？係咪有進一步要回應咧？咁亦都咧，個律師表示金彩倫咧接到要求咧要償還7億嘅傳訊證咧，感到十分恐懼同埋痛苦啊！金彩倫當時咁亦都公開咧當時金彩倫同朋友嘅對話。喺2024年嘅3月19日咧，金彩倫對朋友講咧，就讓我自己了斷自己啦。金彩倫咧就表示，通常嘅合約應該係公司賠償30%，藝人負擔70% 嘅。但 GoMetals 同佢簽約嘅合約咧就100% 由佢負擔，對我進行咗詐騙，所以而家咧精神非常之崩潰。遺囑亦都透露咧，金彩倫收到個傳證咧，感到極度不安，曾經致電咧，都曾經致電過一啲咧防止咧自殘行為嘅中心咧，表示佢自己有啲自己傷害自己嘅行為咁樣嘅，係啦。咁咧，亦都另一方面咧，就講翻咧喺呢個環署研究所亦都咧琴日咧就爆出咗一啲嘢出嚟，咁我哋而家都講一講。嗱，上一回咧有一個叫做金彩倫嘅前男友 K 先生咧就話呢件事咧同金秀賢冇關啦。咁調翻轉咧，環署研究所嘅主持人咧金世義咧就喺26日即係琴晚嘅爆料啊，就釋出咗咧李振浩同埋金彩倫自幼阿 B 嘅對話錄音。阿 B 提到咧金秀賢咧喺曾經未成年嘅時候咧已經係同阿金彩倫交往，期間咧仲有小3、小4咁多個人啦，令到阿金彩倫咧痛苦不堪。但係因為咧呢個金秀賢呢個大話精咧就承諾咧會結婚啊，同佢結婚，所以佢選擇忍耐。咁當然最終梗係冇同佢結婚啦。喺錄音檔案入邊咧，阿 B 嘅語氣就不如多次質問李振浩，直言咧對佢印象差，並提到咧我唔希望咧彩倫再俾人說3道4，已經過身啊嘛。B 表示咧李振浩確實與未成年交往，並提到金秀賢對彩倫嘅行為咧係彩倫曾抱怨多年來咧為咗守住正宮而辛苦，甚至咧透露有更嚴重嘅事，但未證實嘅。B 認為咧金彩倫嘅過身咧，金秀賢要負大70%責任，李振浩要負25%，佢嘅紐約老公負5%。金彩倫咧或者係因為咧太過早出嚟社會承受一個巨大壓力。雖然有父母關愛，但係都可能感受唔到啊。
阿 B 咧力撐金賽綸嘅家人咧，認為佢哋嘅關係係唔差嘅。B 猜測金賽綸知道金秀賢嘅秘密係佢嘅弱點，金秀賢咧就想逼金賽綸退出娛樂圈，因為咧佢表示咧金秀賢咧一直好擔心金賽綸咧，只要聯絡唔上佢就會親自去佢屋企確保咧，但係都確保唔到件事嘅發生咁樣。咁總之咧，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個羅生門事件。但係暫時以阿佬自己嘅個人判斷，金秀賢嘅形象咧就差，因為點解咧？又話未交往，而家人哋又證實咗佢交往，又話未成年，而家又確實即係喺未成年之前已經同金賽綸咧有好多關係。所以咧喺牌面上咧，阿佬咧係相信金賽綸屋企人一方多少少嘅。咁當然啦，大家有咩睇法咧，都歡迎大家可以喺我留言區咧，大家研究下。咁希望咧，即係對金賽綸嚟講咧，還翻個公道俾佢啦，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走咗嘅人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個頻道咧，歡迎大家訂閱啦。咁記得揀翻個鐘仔啦，同埋咧留言、分享、點讚、俾 like。咁多謝晒大家，下條片再見，拜拜。